咁我第一個目標就希望我可以應用芯片嘅技術，可以去慢慢去改善啲可能電力裝置裏邊一啲嘅效能啦，可能可以運用喺一啲電網啊或者智能電網裏邊，令到個電網更加穩定、更加有效率。咁第二個方向就係我希望倒翻轉，就係運用我喺10多年從事電力電子研究嘅一啲經驗或者一啲知識，就希望倒翻轉可以運用喺芯片研發上邊，可以去提升一啲可能芯片嘅效能咯。就係第三方面就係希望可以慢慢即係將之前研發嗰個低成本低損耗嘅電流質量補償裝置，可以逐步咁推向社會咯。咁可以減低輸配電嘅損耗啦，提升電幕嘅效率，亦都達到節能減排嘅一個功能嘅。咁我哋就研發咗一啲新嘅結構同埋一啲新嘅控制算法嘅技術，可以去達到呢個目標。而又基於呢啲唔同提出唔同嘅一系列嘅唔同說法，其實我哋已經發表咗好多20幾篇嘅國際期刊同埋論文文章啦，亦都有一本Springer 嘅出版咗一本書啦，亦都申請咗美國同埋中國一啲專利。喺而家開始，我哋就慢慢一步一步推進，就將啲專利希望轉化成可以實際應用喺市場上面一啲工業化嘅平台。